公园哦。哎，小狗碰上来，变魔术想发抓，啊，里面的螺丝呢？啊，响尾了，响尾了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拢啊护警啦！相逢在镜头的时阵，爱诺飘摇出现。哎呦，没事，水怎么给他顺天龙？哎呦，容易。闯过了黑暗江哦，勇敢的爱诺呀爱诺，伊走入情义的大路。险海，险海，险海，路山袂停脚步。原声带我的爱诺啊，对呢哎哦，对呢，乌心酒会甲想你嘞哈，乌心酒会歹人啊，按路的好人你就答应哦，讲嘞。小妹，好啊，你死了我再显性，酷。走过了千里沙漠，路尽的爱诺呀爱诺，异乡的节目。对。情海，情海。呀！情海，为何起风？最后一招。是咯，不是甘甜，不是哎呦！下骹占牛，长骹乌姜。恁娘我跟我小哥因两个上山咯。哎呀，大转死一个，我就加减猛跳，因为啥有个老孙啊？爱诺啊！你到底是用啥蒙死？你落去我这里业蒙晒，甲你拖去呢罢官机密门。这么稳天天，嘿，实在这个罢官机密门实在有够神秘呢。迄我若会当入罢官机密门啊，后摆绝对是总内面的教总。四人面的啊，小蛋的，你莫推去啊！所以这个后边加减蒙跳，我对来去。你免错，你免丢。我的功夫拢用了啊，所有遐剑3万兵器拢总用完咯。你咧找啥？我咧找看有乌云无，拢食了啊。你食了啊？你用了，你免丢，你免错。你咧错啥？我咧见，你咧丢啥？我咧惊呀！桂林三龙用着飞行钢冲上大树上，伊还阁有最后一招。拜托你啦，内面敢拢无人有着乌云啦，用切骨啦，紧甲摕来啊！无我点一个，我拢无数机无力啦。喂，桂敏诶，咱若要抬哦。马上在这来抬咧，抬上久哦，司机无力了。贵宾诶，喂，贵宾诶，平参上咧啊，拜托你啊。有备无患，这叫做 spare， 准备等候你。strike， 哈哈，功夫
万地深坑，讲会了未尽，袂讲较快了，唔讲也罢。嘿，贵宾啊，啊你哪还过迄支？有备无患，也这都是叫做十八。啥话都是白啊？外语，好外语。叫做预备。哦，预备。啊，头拄你发一句安怎伫顶面咧跳落来迄句啥 strike， ？strike 是安怎？撞到。哦，撞到。所以啊，大协专程大功告成咯。哎呀，啊若大功告成，咱大家顺也就赶紧等下按军大人的面头前，等下领功受赏你咧。吼，伊会甲你记录功劳簿你咧。哎呀，食沙巴鱼啊！是啥好多食沙巴鱼？沙巴亏啊，沙巴亏。那小小一个功劳，也就等于伫要领功，安尼就是食沙巴鱼，沙巴亏。无你要对？我来去玩耍几步了，过时了，哈哈！呀，我讲嘅，这人嘅功夫哦，唔知生喺倒位实无当看啦，啊，大毒枭落爱田，真正有落爱田啊！啊，当去小咧永庆园，小咧唔知有成功无？好等消息来啊了！哎，仙草王啊，我永庆甲小小咧，安尼都断绝好紧啊！安尼赞，大家拢完成任务啊啦。不过大家要注意哈，唔通得意忘形呢。你著知讲干王、安化王注定无掠袂着，过去尾妖龙啊，拢总还未甲伊收服咧，还未斩死咧。有听人讲空中嘛一只飞龙呢，所以大家搁提高警觉呢。兄弟啊，等下正气山庄变大人知情了。凉啦，你笑啦对啊！哎呀，你要去做一只人啊？龙闪开，行龙赛来咯！看我点一个绝技哩，哟，冲啊！你抢啊！看麦，呀！下来！哎呦，要命了！啊，咱唔知有叫假死啊无哩？对哦，点了？哈哈！葫芦兄弟姊妹，啊啦，已经将两界收等掉咯。你红原是火中情，福消一见变相争。水源木已片生见，浪毒的最怕灭多情。啊，来啦！人先老汉什么代志啊？安贵啊！像那一位了哦，又搁去互迄个贵宾的行业了。敢是行的？伊斩的咯！顶届就是什么金家旋龙一堆分枪所杀，这回敢是？恁看有清楚无？好，你看卖，单人独剑，安尼哦，去甲伊拼，差不多15分钟，佫就好势啊你呢。果然如此，好，甲请入来吧。行龙赛啊，入来哦，哈哈！无缘的丈人在上，行龙赛有咧。真好，前次算讲你无成功，这次成功，也毋过安尼呢。前次这金家旋龙有叫声的，伊讲无论怎样，伊绝对要来互我做竞赛。也这个代志我真歹办啦。如果你若是真正有行龙的话，我的查某囝十全美人，资格文，绝对是爱嫁你啊！这就是我女儿的誓愿。哈哈，等下你就知，这次是我亲身所行的，亲身所斩的。等下伊若摇转来，你看就会知了。好，安尼好。等下，来，这边来。肃静啦！哎呀，恁这人真无知识啊！迄尾灵啊，掠上我来，我的丈人行一个煞转昏去。我毋是昏去，我是戆去啦。哎呀，戆去！老丈人，
有安怎无？哎，你嘛安尼好啊，啊！恁大家嘛是目睭拢查克的，啊，这个根本都毋是龙啊，这是鳄鱼。哈？鳄鱼？是啊，安尼我就变成鳄鱼婿咯。鳄鱼婿。哎呀，啊，这咧想啥？我咧想想，未来的代志真多真多，需要我想。吼、讲来最参考。假使老丈人，我若是要甲你的女儿是全美人结亲的时阵，像这款狼狽，安尼要哪样哩？现在我这个身躯都是变做只杀目鱼啦，啊，杀目鱼。杀目亏。哦，杀目亏。是啊，最低限度嘛是都爱食高丽参，啊，高丽参。变成心啊亏。心啊亏。安尼毋才有够价对。所以我这个头壳光光突突，也需要一顶假发来治。这个身躯也需要做一束迄个西装来穿。好啊好啊，真济啊，莫讲啊济啦啊！学当叫你衡量，你衡鳄鱼，你有啥物鳄鱼赛？无啦，我的查某囝是要嫁衡量赛，毋是要嫁鳄鱼赛哦。总有一天，你若是会当衡量啊，会当度量的话，你就真正的衡量赛吼。啊，这个代志暂时搁再按下，又按下，无毋对。啊！我实在是苦命，明明是无缘。我跟你讲啦，你就等啦哦，啊认真啦，以后可能也是你的老丈人。哦，小等下万请称呼。无缘的丈人，拜托你，啥物代志？你的千金，互我看一个看卖咧。免啦，要若要结婚，就会当看到啊。内骨落蛇，拢看无着。有人讲伊生做亲像仙女遐尼水，也无你妈呢，互我小干一下。好啦，另间再看，另间再看哦，生本你的就对啦。好，过时了。啊！哎，国喜赛。万生为红灵，好人买空明，情世分未转，敬爱受家人。买空明啊！哦，大夫，我这边来医治着你的病体，心理病无法医好哦，要衡量我代志，安尼迟迟不进，敢有可能通医？对我来吧，行吧。阿莲喽，阿莲喽，来呀啦！参见祖庙，免咯。还我有何吩咐啊？我跟你讲吼，你得听互清楚。这张拿图你带咧，这是什么拿图呢？这个拿图就是闽南高知国四绝山吼，有一个机关叫消魂果，伊拿图就对。啊，这个消魂果就是恁阿嬷摆啦。我少年时代哦，对机关真有趣味，也总讲也是贪恋虚荣、贪恋金钱，所以呢，才去互这个四绝山的人哦，甲我请去摆这个机关啦。啊，听我这个机关啦，害死无数人哦，所以我最后定定塌塌，到这个时阵哦，来反悔嘛是还阁未慢啦。所以你将这个拿图摕去，到正去山庄去找这个暗军大人呐，叫做王平吼，将这个拿图献互伊，或者军雄会当去破机关，掠这个安化王朱典无碎尸万段，安尼恁阿嬷吼就将功赎罪咯。查某孙准备啦。有影阿嬷，我有一件代志要来请教你。好喏，你做你讲无要紧。有看我的母亲，哪会无看父亲？啊，我的父亲毋知啥人吼。哎呦，侥幸哦！啊，你今年17岁啊，还阁未了解讲你父亲是啥物人？实在你阿嬷吼做人有够无责任，啊，恁老母啊嘛真无意思，拢无讲起以前的代志是。无啦，伊都拢无讲起。我若是问到我父亲的代志吼，伊目眶就红，也都呢吼流着这个眼泪，所以我唔敢甲伊对问啊。好，那呢，恁阿嬷吼详细讲你听，恁老爸谁你知？我的爹亲是谁呢？叫做天下名士麦孔明啦。哈，麦孔明？这个原因啊，我讲你听，你的父亲是安怎啊离开你的母亲？这17年前啊，因两个有一个姻缘伫哩啦哈。恁老爸原来真无意思啦。靖海公主有一个女徒弟叫做红海棠，是生得非常水，非常水，讲起来是比恁老母有较水就对啦。啊，恁老爸一时安尼吼，全啊迷茫去了，安尼叫迷干死阵啊，拢总袂醒啦。安尼敢若一定吼，得要放杀恁老母，所以你的母亲呢，知影这件代志了后，忍不住气，
啊，身躯吼，阁有扎迄个火光弹，一个受气到地，全来用火光弹对恁老爸面全来甲削去，啊，恁老爸面哦叫烧一个，煞全一边安尼烂烂臭臭。本来是真缘投，亲像破案在世，也互恁老母用火光弹拍一个，怎变成人无成人，鬼无成鬼。伊的相运一个好了后，不时而别，安尼一去17年外，拢无消无息，拢无倒转来。讲起来到底吼，实在有影鼻都会酸啦。啊，咱的家庭呢发生这款的不幸呢。就是安尼，阿嬷，啊，我敢会使咧甲我的父亲见面？迄会喏，啊，恁爸仔囝是几少免会使无见面，啊，不过爱恁老母啊通过一日啦。好安尼是。哈喏。啊，讲到恁老母哦，是非常的真切咯。迄偌济人要来甲做亲戚，你知影？哈，就恁老爸离开了后，真济人王子公孙也好啦，吼，这缘投啊送啦，少年家，迄个阿姨啊爱甲入骨哦，恁老母都拢不同意听就对啦。算讲非常的真切，非常的正气。安尼是。母亲有请来了。母亲，我即马奉阿嬷的命令，要来帮助暗杀大人破机关。如果若是有见到我父亲麦孔明，我会使甲伊见面吼。好啦，你阿爹较早叫做西潘安宋天池，自我甲伊废用了后，听讲稳顿在这个五龙江边，伊的外号叫做麦孔明。你若是有机会代表你的母亲，甲伊会唔对，我是一时的失措，叫伊都要原谅我，有听的无？查某囝存命，拜别母亲。当祖庙顶庭，唔用咯。该然啦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的查某囝真大汉咯，我的牵手，原知我伫咧爱我真幸福，我真幸福。后来恁老清精神爽啊吼，正是啊赶紧转去，甲这个买王子建议好度量，所有的秘诀拢总教会。是啦。我认真甲我的徒弟研究衡量秘诀，过时咯。我你那偷偷啊，甲这麦孔明来这山间咧创啥？来这看戏啊！啊，无大戏边哪有咧看戏？我讲你听啦。实在你这小医生有够厉害咯了。啊，打麦孔明已经正常啊。还阁有一件代志。一个查某囡仔替拿刀在要帮助咱大破小粉果掠奸王，好安尼呢？是啊，安尼赶紧转下去了。参见大人，这张就是小粉果的拿刀啦，奉祖庙的命令，要来帮助你破机关。小粉果是，因为四绝山吼分作东南西北为四绝啦，东边就是庄金楼，南边是夭寿宫。西边是春风园，啊，这个就是北边小粉果，是我祖庙所拜啦。安尼好，总英勇啊！传这大破小粉果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小虎，所以你对我效忠绝对无唔对，我的女儿以后绝对甲你结婚啦。你甲你的某囝绝对会拆开，知吼？我知影，多谢王家你的提拔。是啊，啊唔久了，我就要养神，遵命。孙家哦，王爷唔通会何人暗杀你哦？嘿，讲歹话，这个所在安安乐乐，什么互暗杀你？王爷，我关切望到你无偌久会做皇帝哦。哈哈哈哈！好到随家，你真牛，你真牛！我若做皇帝，你开国军师。是啊，安尼枕头贴我悬悬，较早困会较有眠哦。天深人静的时阵，当小虎性机就要下手咯。嘿！赶紧的，干事到了，了，兄因拢
所有者叛军一网打尽。破刀随家圣机逃脱。各位，干王当着干王的查某囝朱世玉，拢甲伊困起来。嘿嘿，啊，这个以前就是你爱人，啊，你敢袂唔甘？哎呀，金王叔，这个是干王叛贼，伊的查某囝嘛是一体同罪啊！赶紧抓回转正义山庄，互大人甲伊审判吧。嘿，赞！你安尼才是大丈夫男子汉呐，真正爱国青年。安尼哦，你来啊！将干王甲伊的查某囝押回正义山庄审判。没有。全班人出去到这边干嘛撞起来就？靠边啊！你在撞啥？你来撞啊，我来撞。你是安那好刀水鸡？我心照的，我讲互你听啦。许伟良哦，已经去用轻声，啊，伫伊唔知因对去啊，所以无赶紧回转静海江，等下见我的老师，我靠这伟良，好拍死这敌人绝对名利。你若要去，我就对你去啊。龙啊，起来呀！龙啊，挥别荆棘山庄啊！独角妖龙来啦！哎呦，人叫食鬼啊，起来咯！哈，独角妖龙，特别啥意图？阿刘，真大条！啊，好咯，赶紧保护暗军大人躲走！好我在。重要的啊，准备甲妖龙决一个死战啦！强啊！好，快强喂！可怜，正气山庄的人已经犯着这个良劫。四环遍地啊，血流成河。